楊穎宇先生喺大紀元新聞網嘅專欄講喬治，今個星期嘅標題係撲朔迷離嘅英國文化。香港同澳門雖然都經歷過歐洲列強統治，但統治所留下嘅痕跡程度卻不太一樣。澳門隨時可見葡式碎石路，用碎石砌成各式各樣黑白相間嘅圖案，未攀爬到大三巴牌坊，已經感受到舶來氣息。反觀香港，70、80年代大舉拆卸殖民地年代建築，今日金鐘、中環等核心地段已經睇唔到幾多殖民地建築，除非細心留意中英並列嘅街名牌，否則並唔容易一下子睇出外國統治嘅痕跡。固然香港嘅普通法源自英國，所以英國早已奠定香港嘅各種制度，間接造成香港人對英語嘅崇敬態度。睇過一啲網上討論，話香港人對待各種外語學習態度，例如英語、日語、韓語等，對英語嘅態度係最嚴苛㗎。然而幾十年所見，除咗對字詞嘅串法堅持英式之外，香港嘅英語學生對語言背後嘅英國文化往往不甚了解，以致唔少人移民英國後可能出現種種文化衝擊。英式英語以含蓄、婉轉、有話說三分、唔令人尷尬等為特點。人家聽你講啲乜嘢，往往會話 very interesting， 非常有趣，但對方嘅真正意思可能係 very boring， 非常沉悶。要對某事表示肯定，可以話係 not bad， 唔太差， not bad at all， 真的唔太差，但意思其實係十分肯定。當你聽到對方話 fine 好嘅時候，有時意思其實相反， I am not fine。所以大家喺日常對話中，我哋認為要用到 fine 嘅時候，往往會話 lovely。如果聽唔到人家講 lovely 而講 fine， 意思可能係有啲唔高興啦。我最近喺一本書中睇到一個經典嘅英式婉轉寫法。英式球隊水晶宮 Crystal Palace 名字源於1851年全球首次舉辦嘅世界博覽會，喺倫敦海德公園被玻璃搭建嘅同名建築。呢一個建築其後拆遷，最終因火災而毀掉。但關於呢一個舉世聞名嘅建築有唔少著述。我最近讀嘅呢一本書喺引言中係咁講：My apologies for presenting yet another work on the subject are several。我好抱歉，因為以下幾個原因就呢一個題目寫咗另一本書。明明寫書係好事，卻以致歉作為引言，呢一個充分反映含蓄謙遜已經係一種入骨入血嘅民族性。講到呢一種文化特性，不得不提 Rob Temple 呢一個人。佢同好多人一樣，因為呢一種民族性而時常碰壁，卻苦無解決方法，就決定到網上圍爐，於2012年聖誕前夕喺推特開設戶口 @SovereignBritish 分享相關事例。想唔到1個月嘅時間，訂閱人數已逾10萬，再過4個月之後逾30萬。到咗今日 SovereignBritish 已經改名 Very British Problems， 各個社交平台嘅總訂閱人數已經超過500萬，平時一則貼文嘅讚好人數可達數千。雖然 Rob Temple 言明 I'm sorry to have to tell you that there's no cure for VBP， 我好抱歉 VBP 並冇可治療嘅方法，但最少佢嘅眾多著作同埋網站不斷更新嘅內容，提供咗捷徑認識英國撲朔迷離嘅語言文化。